係啊係啊，各位聽眾，我過到咯。各位聽眾，這禮拜咱有禮拜咱講幾個故事，清明嘛，當今是清明。咱去掃棒嘅人，嗰啲棒嘅人，一個手會拖出來，掠落卡。這禮拜我哋嘅特別嘉賓是臘腸一條，個格達布魯，即格達布魯個臘腸就出名啊！當佢點做咧？咱嘅這邊嘅福建節目出現。誒，點解就冇鬼笑啫？清明啊！等清明啊，鬼出來！誒，唔清明鬼都冇出來，好似佢10個鬼就出來啦。清明半呢幾哩啦，特別清明嘅一個歡喜啊！掃棒，誒，嚟咱嚟這禮拜咧，頂咱鬼嘅仔啦，咱誒歡迎各位聽眾，歡迎咱來檳城福建嘅 podcast 啊！這禮拜咧，我諗是會講啊，鬼嘅故事是講未了就應該，無插都是係咪人們好啦？你特鬼嘅故事就是通講嘅咋？你是講你是新嘅咋？內行物件啦，知物件嘅鬼嘅故事就是講未了嘅。我這禮拜咧，咱有咱新嘅特別嘅嘉賓嘛，咱新特別嘉賓唔是新嘅咯，當然舊啊啦，好先，哦，格達布魯嘅臘腸舊啊咯，就揾特別嘉賓，然後下咱嚟講隻鬼嘅故事啫啦。咱想話先，路人直接 start 就鬼嘅故事，往時家己親身拿沙掉也是聽人講嘅。這個是我大 ，OK， 知道這是我大學堂嘅事，是我讀學院嘅事。college 學醫我是學醫嘛，我是college 是啊，我讀我讀活動嘛。然後我等到暗暝我冇對厝嘅。這是到底吉隆坡還是特別呢？吉隆坡嘅事咯。吉隆坡咧暗暝咱2-3點冇對厝嘅，就學堂做功課啦。對。แล้ว有一暝咧，就是本時上啦，我嗰度有幾人啊？有7-8人啦，大一個位啊，我白活動咯，白做完功課咯。แล้ว拍邊咧？是一個舊嘅厝嚟嘅，是用變做去一個學院啊。then 迄一暝，我迄一暝就有啲真濟。then 我就嗰邊畫圖。then 因為伊後尾吼是成草坡，可能暗看無。然後我畫咧吼，忽然聽到嗰個鐵鏈嘅聲就。鐵鏈咧都唔是細條嘅，成日人佢哋個大條個粗嘅鐵鏈，白蘿莉可能，伊是啊，因為我嘅學堂嗰邊有一個後尾聽一個，係咪有一個老人驚係嘛？我覺得就車驚咯，係咪先？我講有狗啊，狗嘛就有安尼狗鐵鏈咧。未必是狗嘅鏈呢？哦，伊鐵鏈我成日真係重嘅，狗嘛嚟白條嗰啲鐵。拖頭卡咯，拖長啊，伊是拖久還是轉咧？鏘鬼啊，都無啊！真係長，伊成人行路反正就。哦，有幾哩？走條行路反，恁我講哎呀不熟，我問嗰隻話大咯，嗰隻做緊功課咯。然後嗰隻來走喎，嗰隻行過，我嗰度就 start 面斜啊嗰度。攏幾人啦？係攏幾人啦？我幾人，我本只驚，因為迄個厝，因為遐是無人啊嘛，干那我剩阮7-8人嘛。然後嗰度行咧，咱講去看哦。我來，然後我一個大門嘛，大門開來後尾咧，就是迄個老龍鏡。然後我講開，就是去開咯，即係我開愛看，就是無半項嗰隻。然後我行老龍鏡咯。行翻咯，佢唔知有蝦米啊，咁行 ，OK 無啦，嗰度就走進來咯，走進來吼，嗰度坐，嗰度殺話咯，哇，係哦，嗰度一刀哦，嗰度來一刀，嗰度鏘，哇，係是，嗰度是行面斜啊，嗰度啊，
開無冚，紅事無冚嘅無叫，佢咧受黃車走。佢未打閒咗之後，因為我幾拿刀嘛，看無物件哦，然後佢無聽到狗聲，你佢成日整嘛。喲，等第二名，兩個啊，第查起啊咯，第二名，我佢嚟都嚟活到去，手無上啊，手因為我活到是到樓卡嘛，喺樓卡是，然後我睇到我上課是到樓頂嘛，然後手是我阿妹是去食物件。我咪行落嚟咯，然後我咪行嚟看到，紅樹開了啦，然後咪看紅樹咯，看紅樹我行入去咯，你食物件，食到轉來，佢再行落去哦，佢再行轉來，我去樓頂嘅嘛，去樓頂來過係你環境嘅嘛，那紅樹佢開去，然後我看無啦嘛，佢講一班人個咧話出去啊，然後佢再冚哦，冚然後佢再行去樓頂啊，做。伊是即頂誒 ceiling fan 呀？嚇 ceiling fan，然後我嗰啲行落來都得咯，然後有其中一個人行落來啦，行來講伊行來一看到紅樹開了，然邊有一舊椅吼，佫搖來搖去，很淡薄，我咧家己創，安出舊椅搖來搖去，伊啲舊椅做係咪裝嘅舊椅？舊椅成你阿媽阿公坐嘅你搖嘅舊。哦，安怎你有等我咧搖舊椅呢？我唔記得話多嘅。哦，哈 ，rocking chair。rocking chair。我冇得借。你一咪叫走椅咯，講，然後我佢哋走咧，佢別行。哦，然後我同你講，我聽佢講咧，邊白黑絲哦，因為嗰暗啊，然後佢冇面會哦，然後有時哇。個老母是邊車，特叫行。你即個當時到底吉隆坡得一格嘅？吉隆坡啊？吉隆坡得一格，格。準 KL 嘅。準吉隆坡檔嗰邊。我think我知道一間。I think我知道一間。KL 出。佢是樣舊嘅 campus 啊。嚇對。是怪出名嘛？念係咪嘟嘅嘛？我知。念。佢有兩度搬去新嘅 campus 咯。是樣距離咯。了有嘅成日加比我較大一倍咧。我有時講去幫助阿妹阿母無對嘅嘛。了咪是，了有時時去香港一行是哦，一行過哦，一行係你做人行嘅，紅了寫一物件扛過伊，反正就。然後一掀去塗骹了，邊啊人個緊去扶起來了就。然後一坐來吼，伊無出聲無蝦米，一邊青啊，有夠青，青白安咯。然後個蝦米啊？有路，這是路啊！這你聽到是你中學是無咩？我中學啊，冇聽過中學中學在這幾告訴嘛中學。我中學無啊，你叫格達布魯。格達布魯講下你中學咪？中學啊，中學是講是我中學本兩站哦。其實唔是教防快哦，你教防識是我去阿摩學啊啦。所以是講防快是我學堂吼是佇愛去迄個關仔甲的路咯，擺闊的我哋學堂啊。哦嚇對。嚇，所以我嘅學堂真奇怪，就因為伊個迄個我sunrise 山嘟。嚇？我山嘟。我山嘟嗰邊啊。嚇，對。嗰邊一大羅仔就好食，垃圾就好食嚇。對。嚇，伊是中學甲小學連聊的嘛，我學堂。對。嚇，所以我嘅中學吼，伊個因為真久嘅迄個 building 啊嘛，所以伊個 design 較奇怪淡薄啊，所以伊有一個 basement 嘅就我叫地下室。所以地下室真暗嘅，迄邊是也有兩間房間，兩個 classroom， 然加兩個是做迄個 KH 嘅。KH 係咩？啥運動啊？冇啦 ，KH 啊，咁嘛，迄個迄度啊。哦，係嗰啲 mechanical 嘅物件。電器啊，電器啊，檢查嘅。工藝。嚇對，然後有車衫，咪款物件特別嘅咯。所以
我毋捌踏过迄個 basement 啊，但人講誠有人佇迄個地下室的迄個 toilet 內面有看過物件啊。看過咩物件哦？人個捌講過是有學生佇遐邊自殺過咯。迄個是誠濟年前的事啊咯，所以我直直聽到，但我毋捌看。我媽嘛是讀一間我媽。是啊。伊個講咩故事？我媽唔知哦，我媽無講鬼故事。唔知我特別問我媽看我無玫瑰，我媽有聽啊。我媽有聽，我媽唔知媽咪知哦，知啦一間啊，你啊破肚啊破肚。然後我的邊啊，不是有阿妹，不是有望啊，有咩嘛？啊對對，哎呀，邊人只是叫阿妹本望嘅啦，你死。只是叫我，然後我去啊房。等陣，你到底破肚嚟啦？你樓下啲先看到物件啥物都冇講過。較濟看到本講是查某來咯。穿學長衫咯。佇遐個台樓下一個。遐邊正今日遐邊正暗的，你火開個了本正暗的。哦呀。你睇顯然啲先是引起中嘛。是哦。你是記你你個 continue 講過，如果講你中學時，面對 form 6嘅時呢？我讀了 form 5嘅時候，因為即個學堂無 form 6嘅嘛，所以我就要去讀 form 6，讀阿毛學咯，讀喺迄個 Light Street 入邊。哦，講嘟啊？喺個無喺個成嘟。成嘟邊啊？講嘟嘅對面咯。成嘟邊啊？成嘟。所以迄邊嘅都在迄邊迄個學堂吼是第幾擺？哎呦，你知唔知你講嘅學堂咁了一間是我爸，一間是我媽學堂。因為兩禮本是拜人講，無一禮拜或一禮拜。對啊。是哦。所以我去我。迄邊故事咧？迄邊濟哦，因為迄邊是第幾擺世界大戰嘅building 嚟嘛。所以迄邊故事咧？所以我聽是聽我入去是 form 6嘛，所以我食迄邊我捌會個是 form 4 form 5搭步嘅嘛。所以讓做迄個 scout 嘅人誠 active 嘅。讓做童子軍，我叫咩？囡仔軍。這樣大家。搭步囡仔軍。不是。要不是阿妹啲學堂過暝嘛？對 ，campfire 要有迄個campfire 咪愛過暝，所以伊學堂當有一個寫真快嘅所在。對，伊寫一個寫 courtyard 然後呢嘛？寫用做 badminton court 去嘅嘛？特別喺所在吼，因講大早阿妹有過暝時，迄邊位係風特別大嘅。特別你有可能解釋啦，因為是 building 嘅事可能。是咯，伊時甲微調 building 個了嘛，別當就是有一個迄個。即係潛井啦，特別大是。對，真闊嘛。我記，頂到嗰日等陣，我查兩隻，我頂到是中學嘅時，我比賽唱歌，劇邊比賽過下，講了耍來啲事。伊迄個好啊，伊你等你。我聽到，我聽到就是叫做咩？唔知叫做咩 English Song Festival 係什麼意思？我代表我等我裝嘟。少，人家濟，反正 concert 嚟嗬。攤第幾秒啊？哇！我等下我去阿毛我攤第幾秒，真愛面啊，真愛裝咗。裝啊嘛，卡嘴叫跳。因為我等下我成。阿毛我裏邊，咱感覺樣感覺。哎呦 ，I cannot speak English one 啊 ，very bad 哦 English。我等到美國特基本講嘅嚟，講個拗啊。แล้ว嚟到你continue goes 本一 story，แล้ว你講咩？樣啲學堂為過暝，所以樣是有一擺樣講過暝咧，樣直直聽到真大聲，唔知聲拍鼓個聲、拍箭嘅聲，反正就。嘣咧。了真濟人嘅聲，不因看無半項，咱有另外一朋友都看到，光氣徛條說袂叮當規心定定啊，一直看到迄個天爾，迄個東時時格格位。
所以伊问伊看到咪，伊讲伊看到真清真白诶，迄个病啊。耶！啊，伫遐病房直直走来走去，有咧个超拍落来遐呢。哈，这只超冰啊！啊，伊讲伊讲成日本病遐呢。耶，我冇几长。地面有多遐，也清一地面有多遐呢哦，成啲拍陣遐咯。特別老師講啦，唔知做這是正，做這是假，都唔知家己做，所以唔知啦嗬。特別講啦，咪是佢哩嗬。唔有個人看袂到，人聽到。哦。所以人幾若看白白有聽到，特別干那一看是看到爾。那聽到聲呢？我講聽啦，我自己是我告訴你啊，我自己是我，即係冇看保成吉山咯，成吉山都在只這啦，成吉山。我自己是即我即高等嘅朋友人去啦。然後養到一陣嘅人啦，我冇去，因為我真唔是親身，我家己親身冇 experience 過呢樣物件啦。特別我冇呢經驗，特別我是聽人講咧，即係我真係會相信咯 ，because 只 I think 我幾乎冇啲，真係是我幾乎冇啲，啊是我真係我把誒 first hand 把嘅人啊，養到去成吉山咯，因為特年時我做我嘅即 church 有做嚟 gathering 嘅嗰啲物件。啊 ，camp 然後就去樓梯咧山頂嘅咯，然後我去山頂有一間，我唔知道一間啊，我冇咩記，我唔捌去過本身。兩幾個人去先？伊一段咯，我只一人，我看。一人咧有一間。20-30人。因為伊是紅色嘅，伊是紅色嘅厝。紅色。成個是紅色，是唔知？特別伊是有間店嘅對。伊是成個教會誒有養定教會人嘅大 brother 然後呢大。那邊有哪裡？那邊攞嚟 judge 嘛？啊，成個是應該是咯，because 因為我驚啊，唔要緊，再講出來。Brothers Bungalow。哦，嚇掉，咦，我聽過告訴我邊。我家己去，我們有試過咯。哦，確定我會錄，確定講我聽。你講先。啊，有時我未必想嘅，有時我驚，嚟琴日講錯，我未記幾百人錯。你講成啊，佢講。OK， 即係亂啊，即係立場亂啊。然後我成日聽嘅，咧佢貴驚嘅人咪是去咯。你去成吉山嘅多，呢時我有一個唔知是阿妹是養到好，養 actually 養 brothers 上大邊 brothers 有 born 嘅人嘅咋。講亂即係房間啊，亂誒有時亂係阿妹有時成日聽到成日即係有人講話嚇啦。就八啲你可能成日同佢哋聽到先，係嘛？依個哎呦啊，攞聽到，你可能是聽到呢聲，你都免插伊，免去插伊講。伊講這是人特擺碗誒，嗰叫免插伊。然後都同冇刺激啊嘛對。你我聽人講啦，阿妹是特阿妹是，嗰陣是伊 washing machine 係家己開家己加呢，你唔免插伊。然後到吉利啊嘛，然後有一朋友啦，有一間啊，有一間查某啦，養規定嘅入面，一間就查某，我唔捌伊嘅。伊啊，我指定到我樣決定，就冇朋友嘅啦嚇。其中一間啊，伊度紅磡唔知阿妹樣啲念經㗎，你知即係咪叫 activity 嘛是念經？伊紅磡就接鬼喎。哎呦！原來接鬼嘅時候，伊時下就夾夾，你看咗？然後吵我咯，可能配暖人你知道？然後伊當今伊咪了是嗱，伊紅險琴日撞過去啊！伊哋講要跳樓喎，伊講要跳出個關口，伊講要出個關口鐵頭，要出個關口鐵頭。然後阿妹啊，唔知是阿妹，成個是阿妹啦。然後是伊，但係即有咧是我夾錯，我冇咩記啊！即係年告訴我特別好像是夾冇啥物嘅，特別我聽我會記啦。伊妹啊，但係個藤啊，係嗰粒冚起來咗。嗰粒係咪叫伊藤啊呢？伊冚掉嗰時成個風吹咧，叭，你佢冚咧，叮當咗。然後我即是我只有去，我只是冇去啊。我只有去唔知未記啊。特別有一個人，唔使就是甲我講嘅人，就是伊到啲外口咧，看到一梅咧，啲轉咧就地震咧就，特別見到一梅呢啦。
叮當，因為只嘛幾日看大波掠伊咯，because 伊講要跳嘛，伊講要出去，好啲跳，好啲跳。因為是養嘢，係個往這紅教咪養即個基督教，唔是基督教，即天主教嘅啊，咪是有嘢係念珠嘅咯，念珠啦。對。因嘢念珠係，有時要大獎咯。你這樣去嘢係得一頭一大獎嘅時，伊講伊隻隻手一掃嘅咧，3-4看大波盤嘅了嘢。伊就冇嗰隻四隻嚟咋？你後尾時又唔使講念經，一時硬你即係念珠下喺頭，你講咪笑啊就係講。係念珠嚇，你時你後尾時一個傻橋，你傻橋嗰時伊即係教我講，伊講伊知咋，伊講我知嘅係咪數？伊講我看到嘅了時，講我未 control 我嘅件啊咋。伊講伊再講伊身軀成學把你物件 control 嚟講。哇！一係就彎咗啦。OK 啊，我當今咪是冇幫行咯。不然normal冇幫行。你是講日理嘛？你上看那時你大學明顯掉看掉呢？你講咪就成掉起去呢？啊，個咧成打你呢掉起去，有時伊是咪做錯嘢啦？呢哦。現在看啲 exorcism。啊，即係 exorcism 嚟咯。你見下講我聽。講我聽亂合併嘅，brothers。汪嘅本是客家 brothers 咯，但汪可是參加外口嘅團嘅物件咯，所以汪阿家有70人去咗就。哦。所以佢哋是第一代，我相信是第一代幫咯，因為佢邊樓頂有30幾間房嘛，所以是幫嘅嘛，嗰啲人行去對面是砰嘅一隻咯。所以汪頭一節，I think 是第2節咧，汪有佢哋特登有做 station game 嘅嘛。但係我下一節是特別做啲暗暝，但基本一個 game 特別下一節是做啲暗暝。所以因為伊個規個網絡真大嘛，所以我按到8個 station 咯。所以規間網絡冚開個了，因為是暗暝 station game，所以特個 station 有6隻咯，有點6隻。所以我分幾哪個 group 啊，我分袂記幾個 group 啊。所以特個 group 咧先去一個 station 咯。所以搞所尾是因為有攞嚟高燈，啲射高燈嘅嘛裏面，一個是啲樓開冇用嘅就Chapel 樓開 already 變做啥修舊嘅物件，個了冇用嘅就啲圖吧，個了我有自己看，阮啊早起捌正嗰啲啊，所以我冇用嘅迄個，所以樓頂嘅正清氣嘅，了達到啥有before 一個 game 係啥物，往底下邊gathering 嘅一個 game 做佚佗嚇 gathering，嗰啲本是啲嚟 chapel 咯。之後往到start 啦咯 ，start 啲 chapel，所謂係 session 本啲 chapel 咯。所以特特嚟啲咩人先去講，哦，即個唔記即個 team A 咧，就是先去。你講mungkin啊？可能話mungkin啊？真係做mungkin，人家做可能話。你鬼是換哪鬼啊？我忘記 KL 啊，講直接入邊講少濟無相嘅。就亂雜去參加。是我個講阿莫話加換啦，個講換啦，話加，咱個講福建話，咱個講廣府話。所以特登講小堅嘅事啊。mungkin。你要continue sorry。OK， 想往 team A 嗬，就先去 station 1咯。反正做到 start 咗咯 ，maybe 暗暝8點，了往阿家暗暝10點個了就。所以我一暝個人去半點咯，差不多到10點，差不多意料啊就。是講啲佚佗啲係無事發生咯，所以個人嘛，到收尾一個點嗬，對去接波就是講規個 game 是了啊咯。所以嘛，這啲係等成績看狀贏咯。因為 of course 個 game 真濟物件啦，有咧是愛擼去暗那邊吹物件啊，是擺燈燈啊、透衫擺物件，反正個了菜啊、話鬼啊，個了款物件。所以到個了後，個人對去接波啦。了接波邊仔吼是有一個toilet嘅。所以因為伊真大嘛，有位真濟toilet，等往到個了入去內邊接波單咯，了有人 game 了嘛，嘛去大間哦。了我會記是兩個上生嘅姊妹。所以伊個姊就愛去toilet，伊小妹就陪伊去咯。所以個了人是佇接波內邊啊。等伊就較一暝是無啥物事發生，個了佫真歡喜。
嗱特別規班過可以未開到對我，所以接波內面個點6隻㗎了就，所以計有係你氣氛。其實是無因為佢人計亂嚇，佢人計亂嘛，講頭尾已經安怎嘅，所以冇咁簡單啦嚇，冇講義理啦。所以伊會知道即期待率啊咯，咁伊小妹就啲個好單。那紅響啲直播內面跳住了，真該多先啊！就真長啊，真個厲害咧，真嘅聲哦。一尖嘅嚇。按照講，真個該長啊，真長。那伊上妹都緊張哦，到底咪說是伊個姊弟內面講嘅就。那伊個未開門即期哦，所以佢緊走入來直播，叫我佢緊去看哦。所以我今日就對啲咧直播嘅門會打咯個。因為所內邊我個未接起哦，所以我舊家開人咗叫佢開，一般未開，一般無印我人直直講呀就。這是一間啊，一個 individual 一間嘅。啲直播邊啊，到底是一間嘅。但伊個對咧，嗰個真個哩，真刺激嗬，因為真高百幾年嘅。一股所以伊個係哦，所以我就叫佢哋個辦公嘅人來講。想辦法開嘅門。哦，所以你點一直頭講咧，就點起啊，好像是食去到內面嘅上面啊。點起，對。咱我在開門之期嘅時候，伊是食了嘅。哦，食去啊！食去啊！伊唔知人嘅。喲。所以吼，我看到迄個在間嘅袋率吼過火嗰時候。喲。I think 伊是巴肚講着頭。啊，得我看到是伊着傷啊。所以伊一頭失去哦，伊唔知人去，所以人跟伊對旁邊，到第二日伊本唔知人。伊無車噶，還是車，但係無咩記人咧，就不知定定咧。呼喚白車。哦，因為無使去叫 hospital 係咪？唔，你在對面真麻煩咗，伊個未行路啊喎。所以喺你個辦嗰個安哥度用摩托載人路。在伊甲伊上網咯，佢上一咩啊？上一咩啊？無第二支下晡。哦，用摩托啊？車起來，安怎會載落羅人？邊有落，用摩托一頭落甲山卡。特別羅人安怎坐摩托？因有迄個成加大頂嘅摩托啊，阿妹會坐3人啊？伊小妹，嚇，所以小妹着坐啲阿妹，佢攬着伊甲會落嘛，伊一人都無力坐啊。了阿妹安怎？我唔知咩事，伊有請到，把伊甲伊小妹講話，伊莫甲別人講話，蝦米不莫講。把伊真正無精神，伊真正直困個車，阮直無好笑。所以 after that 伊本無參加咧團咧，我本阿爸捌看過伊啊，所以我本到底毋知蝦米事哦。我可能就係講下一暝，下你袋落嚟，毋知伊看到蝦米咧，還是蝦米，我本毋知哦。伊這是看到咩咧？講咁大聲啊！是哦，恐怖。我冇幾隻長哦。我特登有團都是去迄個網絡啊，因為迄邊是第大間，安尼一人家會接會大個了嘛。哦。唔，以後我嘅，伊本上我甲人很想講，迄個房間是外面數嘛，係管理袂使接。哦呀。上啊。呀哦。可能嘅嘛，迄個。呀，買乜嘢啊？咁咪講錯話俾記起。唔係唔記。即係嗰是啲外口嘅哦。我未記，我去前先唔係去過啦。哦，我樓頂半有，特別哦，你半暝愛去結咗，你是絕對唔敢出去遐種誒。我去大個時候是我有本驚比較多病嘅嘛，啲樓梯是啟動嘅嘛，我啲大時哦，啲多病嗰邊無開嘅啊，因為老樓卡就愛行動嘅樓梯咯，愛今年就愛行個，我係樓，我係多病嘅環境時啊，無人。因為間房嗰是幫樓幫嘅嘛，所以半暝時你都唔知是人行落還是。半暝3、4點時，如果佢頭殼嘣嘣嘣嘣，你都唔知喏，是你嘅朋友佇行過咧，還是唔知係咪佇行過。喲，咩？聽到呢？我去過一擺，我唔敢去。行人我刺激咯。對哦。喲，你是我同佢行完就好，攏來過來陪我。過來都插氣啊！我驚我人阿妹哦，是我突然看到我頭我就驚。我驚。來聽過。
看。我听正看過嘅哦。呀，講啊，等我都冇驚，等我想看，我是我驚嚟講要做咩？啊，等我想話先。食物件咯，食物件咯，食啲個食物。啊，咁啦，咱琴日講了，講咧只鬼告訴是只驚，琴日講 ice cream 還是講咩部啥物叫 distract 我。啊，當然嚟講我聽你個記者看到，這是啊。我唔是我看到外國看到。哈，講我聽。外國是做生意，所以佢飛來飛去，佢只大 hotel 嘅嘛。啊。但第慘嘅是，伊佢只看到物件嘅咋。哦，有人在成喲。對哦，但伊個唔是。伊愛出報，伊看到一啲邊。各位聽眾，等陣，那是人當然聽到，這個鬼告訴真係驚來講，人可唔可以食燒吧？可唔可以買好料物件來食？特別咧，當然咪甲你講，我人告訴講小姐講袂了啊！下禮拜個接落去講，你下禮拜個都對那邊咧好見你收聽，我人節目聽看一個甲達布魯嘅歌看到。下面物件，感謝，下禮拜再見。